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一则车祸消息。台中山路向上路6段，早起有一台货柜拖车，那像是当啊歹去，落架挡袂落，直直冲，弄到21台汽车、机车甲铁马，造成11个人受伤。监视器翕到这只大车拖车速度真紧，物件也甲沿路拢是，司机一直骑喇叭也是停袂落来，一路一直弄落去。事故发生了，现场敢若风炸过共款，规道卡拢是塑胶半成品。原来这风弄到车，当时正伫停红灯，真侪车毁损真严重，也造成一人受伤。看到民众讲到事发当时的情形，也是感觉真恐怖。然后就听到轰隆一声，我们知道又有状况了。然后就看到一台车非常快的子母货车，就从前面这样高7、8的速度冲下去。台中山路向上路6段的真长的路行路段，离7 10点外发生严重车祸，一台大车拖车敢若车动故障，一路一直出弄落去，总共弄到21台汽机车甲一台脚踏车，就连拄装好的区间测速条啊，佮弄断去，总共造成11人轻重伤，其中9个人送医院，有一对老母甲查某囝伤势真严重。母亲的部分主要为左侧的肋骨多处骨折，合并气血胸。女儿的部分来讲，主要是头盖骨破裂。谢姓驾驶经酒测后，酒测值为0，无酒驾及肇逃情事。也这个造成事故的大车拖车是出到高架桥顶才停落来，警方也将这姓谢的司机带回去调查，到底是安怎造成这个事故的。不过，这路段伫去年11月就发生2摆严重的车祸，甚至也将这个区间测速条啊弄断去。根据警方统计，这路段去年区间测速到11月19，总共出地2852件。去年总共发生17件事故，今年到3月也有3件事故。不过，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，应该对其他方面来改善。它货运量如果真的就是那么大，设置说这个是货运专用道。如果你是载重车，那就让你一个特别低的速度去下坡，也经过这个刹车系统特殊强化过的车辆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，就算有些执法的器材，未必然就法度解决交通公平面的问题。建议应该对车辆分流，也有车辆系统的强化，来防范这个事故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